今日是每日平安，今日是2020年5月18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99篇，利未记第9章第1节到11节、22节到24节，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活祭。献祭的概念并不是对摩西才开始的。咱对于迄个创世纪会来看到已经有献祭的记载，甚至咱看到迄个拿阿的大船顶悬的动物，上帝就命令拿阿将迄个清气的留落7公7母，迄就是要为着将来的献祭。但是呢，讲倒转来，摩西就是把这个献祭的代志来体制化，成做犹太宗教真重要的一个礼仪。利未记对伫献祭的代志有更较侪、更较复杂的规范啦吼。利未记第9章第1节到11节、22节到24节，到第8日就是受节礼了后的假日。摩西调阿伦甲伊的囝以及以色列的长落来。摩西对阿伦讲：“你着牵一只牛来做赎罪祭，一只绵羊犅做烧化祭，拢着无下数的献互上主。你嘛着吩咐以色列人，着取一只无下数的山羊犅做赎罪祭。”佮取无下数一岁的牛仔囝甲绵羊仔囝，各一只做烧化祭；佮着取一只羊犅甲一只绵羊犅做平安祭，甲插油的素祭，做伙献互上帝。今仔日上主要对恁显现，安尼因照摩西的命令，将这个带来伫会幕的头前，全体会众拢活起来，伫上主的面前。摩西讲：“这是上主的命令，恁得照安尼做，伊的阳光就要对恁显现。”摩西对阿伦讲：“你得来这段的前，照上主的命令献你赎罪祭甲烧化祭。”为了你家己甲人民来赎罪，佮献人民的祭物，为因来赎罪。阿伦就来到坛前，抬迄只为着伊家己做赎罪祭的羊犅仔囝。阿伦遐伊囝芳火互伊，伊就用枕头来运火，抹伫祭坛顶面的4支翘起来的角。将剩的火倒伫祭坛骹，伊阁照上主命令摩西，将赎罪祭的油、腰子甲肝的芒细下伫坛顶烧，阁将肉甲皮提起伫营外烧。阿伦献赎罪祭、烧化祭、平安祭了后，人民举双手，甲因祝福。伊就对祭坛落来，摩西甲阿伦入去伫会幕内，佮出来甲人民祝福。上主的阳光对人民显现，有火对上主的面前出来，烧坛顶的烧化祭甲油，全体人民看到就欢呼，趴伫涂骹来敬拜。献祭袂当干那是一种的礼仪，真严格的仪式。好像亲像保罗伫写互罗马教会基督徒的批信中间，安尼讲着，都爱正做迄个活祭，互咱的性命确实会改变。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6节，也提到着类似的概念。伊讲：基督既然伫肉体受苦，你嘛得用同款的心志来装备家己，因为伫肉体受苦是甲罪恶断绝关系。安尼恁伫世间所存的日子，就无搁照人的情欲，是照上帝的旨意来活。恁有浪费光阴做未信者所爱做的事，淫乱、色欲、酒醉、宴乐、
大正大任，甲读考学的五常崇拜等，已经到遐啦。因看见恁无过甲因过放荡无节制的生活，就奇怪煞甲恁诽谤，因着对特别审判活人甲死人的上帝高笑。为着这个缘故，福音甚至嘛有传互死去的人。互因肉体虽然照着一般的人的款受审判，毋过因的灵会当照上帝的款来活。诗篇99篇，上主做王，万民摇摇喘，伊坐伫天上基路伯宝座顶面，大地摇动。上主伫锡安最大，伊受万民尊重。愿伊尊重伊伟大通行为的名，伊是至圣有大权能的王啊！你以爱正直，你建立公平，伫以色列施行正直公义，着尊重上主咱的上帝，伊脚点的头前跪拜，伊是至圣伫伊的祭司中有摩西甲亚伦。伫求叫伊的名中间有撒母耳，因求叫上主，伊有应答，伊伫坟中对因讲话，因遵守伊颁布的诫命甲规例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，你有应答阮，虽然你有照因所做的甲因报应，要求你是赦免因的上帝。着尊重上主咱的上帝，伫伊的圣山跪拜。上主咱的上帝至圣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会当用生命来献祭，互阮伫生命中间会当起居换新，通互阮甲上帝的灵共款的活地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